屬猴嘅你真係冇乜嘢講喎，因為排位嘅時候咧又唔係太好，其實又唔係太差。咁因為桃花同埋呢個財運都排第9，點解排第9呢？唔係你差，係冇人哋咁好咁解啫。咁屬猴呢，咁你唯一一樣嘢就驛馬年喎，有驛馬代表有容易有外出啊、公幹啊、周圍走嘅機會比較大。所以如果你屬猴係驛馬年咧，搬屋啊、周圍走啊，或者諗住去個長嘅旅行啊，或者俾老闆派咗去公幹咧，咁今年咧嘅發生情況就機會比較大嘅。咁除咗吉星有驛馬咧，凶星有粒孤神喎。我研究過啦，孤神同驛馬咧成日湊埋一對嘅。咁點解咧？如果你外出公幹唔使問，心情有時覺得孤獨咧，因為外邊又未必有朋友噶嘛，有朋友梗係開心啦。如果冇朋友咁啊，孤孤獨獨，夜晚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瞓覺啊，梗係有個孤神喺度啦。咁財運方面咧，佢又唔係話太差，都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天出世，所以今年屬於比較平穩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嘅咧，有新機會依然可以放膽嘗試，尤其是今年驛馬年有新工，其實可以轉或者搬屋，其實都啱一個時間嘅。咁如果你夏天出世，當然啦，有得守就守，千祈唔好喐。萬一冇得揀要喐啊，有心理準備，轉咗工或者轉咗職位咧，都未必話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尤其是如果今年升職，你就棘手啦。衰運升職點解呢？好運就轉好工，衰運就轉衰工。好運升職就皆大歡喜啦。咁衰運升職有咩結果啊？原來人工多咗少少，壓力就大咗好多，可能晚晚做到11點都唔出奇啊。所以今年屬猴嘅你，宜守不宜攻。雖然有驛馬年，個人好想喐，咁旅行冇所謂啦，搬屋冇所謂啦。搬屋因為我成日講揾呢個風水好就得啦。咁但係而家風水都唔使揾喎，因為而家2024轉咗9運之後咧，佢又冇旺財旺丁，又冇損財傷丁，得兩種方向嘅啫。因為旺財唔旺丁，又旺丁唔旺財。咁旺財嘅屋咧就利收入唔穩定嘅人，旺丁係利收入穩定或者退休人士，旺丁係利身體，旺財就利錢，好簡單啦，係咪？咁而家揾屋最要注意乜嘢啊？廚房、廁所唔好對任何門，尤其是廚房，唔好大門對廚房，唔好廚房對你個房門，呢個實病嘅呢個風水大忌。除咗呢樣要留意啊，冇嘢特別要留意啦。